关心号码，互人偷摕去，这本来应该毋是啥物大代志。这个人煞赶紧来报警察大人，原来后壁是有原因。这个查甫人来到台南博爱派出所来报案，伊讲号码互人拼去，安怎会接着急？这个人伊汉草真好，高墙大汉，号码定定拢惊破，老母就真大心，买防水布替伊做实施号码，穿一冬话拢好好，煞着贼偷。警察查消息了后，赶紧调监视器画面，发觉讲原来是一个妇人人顺手甲伊拼去，上尾该在顺势找到倒来。监视器翕到一个负责人，伊牵车要离开的时阵，伊的目睭去闪到另外一台奥多麦顶悬有一领蓝色的号码，伊个安尼大主大意甲人偷摕去，规个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甲翕落来。毋过无偌久，号码的主人发现到号码无去，去甲紧走去派出所来报案，因为这领号码是因老母亲手替伊定做的。被害人告诉我们，这件雨衣由他妈妈亲自来制作，那对他价值非凡。原来这个25岁报案的查甫人，伊的身高超过180公分，一般的号码若是拢入去，就会去惊破去。因老母安尼看到真唔甘，就决定讲要开钱去市场买布，经这落拿底白花的防水布，替因囝来定做号码，安尼穿着好看阁好势，穿1年半嘛拢无歹去。经过警方调监视器来看，总算把这个偷摕号码的负责人甲抓到啊。因为那个每天在家里就看妈妈晚上这边做，觉得她很辛苦啊，就莫名其妙就拿走，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背后的辛劳啊。这个负责人甲警方表示讲，伊一个看到这领号码，感觉伊真水，才会甲摕。警方伫咧找到号码了后，嘛随来通知因某仔囝来甲领回。虽然讲这领防水布的号码才价值几百块啊尔，不过这是老母的疼心。伫咧因的心目中，这是一领无价之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